大家好啊！星期一咧就係嗰個自行派位佢嗰個嘅結果就公布咗啦。咁教育署嗰邊咧就有講係37,000幾個名額入邊咧有19,000幾個咧就順利派到學位。咁本身咧其實我就預咗我個小朋友就一定冇位㗎啦，因為佢得個15分，冇任何學校嘅宗教背景啦，亦都冇爹哋媽咪喺學校度做啦，亦都冇兄弟姊妹喺學校度讀書啦，亦都冇曾經父母喺嗰間學校度係校友，全部都冇嘅。咁我今次填呢就係穩陣咁樣咧，就填自己青衣區屋企附近比較心儀嘅學校，而嗰間學校都係相對熱門嘅。咁所以咧我都預咗係冇㗎啦。咁我就諗住係3條1政策咧，咁就係博同成分嘅啫。咁所以咧呢個結果都係如我所料嘅。咁但係咧都有啲朋友仔咧，佢就係15分嘅基礎，但係咧佢就揀一啲比較冷門少少嘅學校，但係可能喺屋企附近嘅，咁都有成功攞到學位嘅。咁所以咧都好恭喜佢哋呢個同學仔啦，嗰個小朋友。咁咧我自己就都係平常心去對待佢呢個升學嘅階段，因為我覺得入咗間小學就算唔係真係自己最心儀嘅，其實之後都仲可以嘗試考插班咁樣。咁所以自己嘅心態就係比較輕鬆啲，咁大家可以再諗辦法咁樣。咁唔知道今次嘅自行派位，你哋有冇啲心儀嘅選擇，或者係有啲咩好嘅消息都可以同我一齊分享一下。咁啊，大家共勉之，加油！